歡迎大家收聽靈食傳說呢個靈修頻道。今日我哋會透過神啊，你配受頌揚呢首詩歌嚟進行靈修。讓我哋聆聽詩歌，並且留意自己內心嘅動態，睇下有邊啲嘅歌詞係喺度呼應你嘅心聲。呢首詩歌嘅結構好完整，3節嘅歌詞分別對應咗神唔同嘅屬性同工作，帶領我哋由愛而內，由遠而近咁樣認識神。首先第1節係神喺創造裏面彰顯佢嘅偉大。詩篇19篇1節提到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的手段。詩人大衛仰望星空，睇見嘅唔只係自然奇觀，而係神嘅榮耀同權能。詩歌第1節正係呼應呢個真理，神嘅神性、權能、豐盛，每日都顯於穹蒼，從未停止向我哋說話。當我哋嘅生活俾瑣事壓到喘唔過氣嘅時候，睇下穹蒼同星空，嗰位創造宇宙嘅慈愛天父，佢嘅能力足以托住我哋生命裏面嘅一切重擔。第2節係講神喺救贖裏面彰顯佢嘅深愛。神唔單止係遠在天邊嘅創造主，佢更加係親自進入人類歷史嘅救主。以弗所書1章7節提到，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。經文好清楚咁指出，救贖嘅根源係神豐富嘅恩典，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好，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努力，而係因為神嘅愛太深、太廣、太高、太長，使到佢甘願為我哋付上最大嘅代價。神睇見我哋嘅軟弱同破碎，唔係只係遠遠咁旁觀，而係親身嚟到世間，以犧牲救贖換嚟我哋嘅新生盼望。呢個新生唔只係將來可以進入天家嘅應許，
更加係今日就可以經歷嘅更新，罪得赦免嘅釋放，神和好嘅喜樂，同埋生命方向嘅重整。讚美唔單止係因為神高高在上，更加係因為佢曾經降卑為人。當我哋覺得自己唔配、好軟弱嘅時候，回想十字架上嘅犧牲，嗰度有為我哋預備嘅新生盼望。第三節係講神喺內住裏面彰顯佢嘅親密。信仰最美麗嘅地方，唔單止係神喺天上，更加係神住喺我哋嘅心中。耶穌喺約翰福音14章16至17節應許門徒：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，他住在你們裏面。呢個應許喺五旬節成就，並且延續到今日。每一位信徒嘅心裏面都有聖靈嘅內住同埋同行。聖靈嘅工作正係詩歌第3節所描繪嘅，安撫我哋焦慮嘅心，保守同埋引導我哋嘅心思意念。腓立比書4章7節提到，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神所賜嘅平安唔係嚟自環境嘅改變，唔係問題嘅消失，而係喺一切嘅風浪入面，心靈深處嗰一份不可動搖嘅穩固，因為神就喺度。呢個意味住我哋從來都唔孤單。每一個掙扎嘅夜晚，每一個不知所措嘅時刻，聖靈都喺我哋嘅心裏面安撫、保守同埋引導。讓我哋思想祈禱，回顧過去嘅一個禮拜，神喺邊方面最讓你感受到佢嘅真實呢？係創造嘅供應、救贖嘅平安，定係內心嘅安慰？讓我哋為此發出感恩嘅祈禱。詩歌第3節提到，你保守引導我心中意念。而家你嘅心裏面有咩焦慮或者雜亂嘅意念，需要邀請神嚟到去安撫同引導你。讓我哋透過禱告向主傾訴。讓我哋一同唱詩，神啊，你配受頌揚。
你配受頌揚，來到我心內，安撫我心，你幫手引導我心中意念，無限讚美與感謝，全屬於你。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你係創造宇宙嘅主，你嘅權能同豐盛充滿喺我哋嘅周圍。主耶穌啊，多謝你為我哋犧牲，你嘅憐憫同救贖係我哋生命裏面最大嘅奇蹟同平安。聖靈啊，懇求你每日喺我哋嘅心裏面安撫我哋嘅煩躁，引導我哋嘅意念，使我哋嘅心思意念都能夠討你嘅喜悅。主啊，你配受我哋一切嘅頌揚，願我哋唔單止用嘴唇讚美你，更用我哋一生嘅年日嚟榮耀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禱，阿門。